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了不起，而是为了能让自己打心里看得起自己。人生的奔跑，不在于瞬间的爆发，是取决于途中的坚持。你纵有千百个理由放弃，也要有一个理由坚持下去。能激励你的不是励志语录、心灵鸡汤，而是身边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